弟兄姊妹平安，咁我哋咧今日好特別，因為天氣嘅關係，咁我哋教會亦都冇主日嘅聚會，咁但係咧，因為我哋都仍然希望有主日學，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個錄影係專門咧，係繼續我哋主日學嘅進度，咁我哋嚟到1月嘅尾，咁亦都係我哋嘅今季嘅主日學啦，去創世記度讀，亦都去到第8次，咁我哋今日咧會主要去講到第7課。咁啊，都係仲有1/3嘅課程啦，咁就完咗呢一季主日學。咁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今日係第一次參與我哋主日學，歡迎你參與。咁喺教會嘅 YouTube 上面，其實都可以揾到以前嘅錄影。咁今次錄影特別啲，今次錄影咧就係直接喺即係我而家喺屋企裏邊去錄影，咁然後咧就放上 YouTube 俾大家去上。咁所以咧雖然缺少咗個互動，咁但係都歡迎弟兄姊妹，如果你對整個課程啦，或者今日嘅課堂有任何問題，隨時可以聯絡到我嘅，電郵又好，WhatsApp 又好，或者咧可以留翻啲問題。咁我希望下星期我哋再有 in person 嘅時候，咁我哋實體裏邊嘅聚會咧又可以發問啲問題。咁所以希望呢個錄影幫到大家係可以有一個時間喺主日或者呢個星期裏邊都可以一齊唔喺主日學嘅進度上面唔會落後啦。咁同埋亦都係俾大家機會，我哋再一次去繼續睇創世記，咁同埋成個課程亦都唔會落後太多，希望。咁所以今日我哋咧會開始我哋嘅主日學。好，咁咧弟兄姊妹睇到熒光幕上面啦，咁我就希望我放上 YouTube 嘅時候，咁都可以有個 link 俾大家揾到嗰個 notes，或者如果我希望電腦或者電視上面都係夠清楚今日嘅筆記，咁我都希望，所以就有個放大呢個筆記，咁我哋有個聖經嘅畫面，咁都當然係絕對係歡迎弟兄姊妹喺屋企裏邊嘅時候都可以打開你嘅聖經一齊去睇。好，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開始時候，讓我哋都一齊祈禱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俾我哋喺寒冬嘅過程裏邊，我哋都仍然有喺家裏邊一齊嘅聚會。求主你都幫助我哋喺剛剛崇拜裏邊所聽到嘅信息，藉住你嘅話語進入我哋嘅心，改變我哋嘅生命，亦都保守我哋嚟緊主學嘅時間，俾我哋嘅專心去學習喺創世記裏邊睇到神力嘅作為。特別我哋今日去睇雅各嘅經歷，都求你去保守我哋嘅心思意念，俾我哋去當中亦都有領受，亦都有學習。主啊，我哋都喺呢個天氣裏邊，求你都紀念各人嘅身體，亦都特別去紀念到我哋當中作長者嘅，或者我哋有長期病患嘅，求你都與佢哋同在，都醫治佢哋，讓我哋各人喺呢個冬天嘅裏邊睇到神你嘅恩手，亦都睇到神你嘅同在，正如你昔日與雅各同在一樣。主，我哋感謝你，保守我哋學習嘅時間，俾我哋聰明智慧，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阿門。好，咁我哋今日咧係開始新一課嘅筆記。咁今日咧個主題咧就係我咁樣去形容啦，局中有局。咁因為咧，即係如果大家有上個禮拜有做功課閱讀今個禮拜經文25至到31章，咁如果未讀嘅時候咧，絕對係可以你而家就 pause 咗個 video 停一停，咁啊讀咗呢幾章經文先翻返嚟，亦都係會好啲嘅。咁但係如果你有讀過經文嘅時候，你知道係我哋去睇到雅各嘅前半生，或者係佢嘅前一半嘅記載啦，咁樣又唔係一定前半生，前一半嘅記載都係由佢係喺自己原生家庭裏邊去設局啊。我哋陣間會睇究竟邊個鼓勵佢設局，或者佢自己想唔想去設局去騙取呢個爸爸嘅祝福。咁到後來佢逃難嘅時候，佢又好似咧，即係由從一個欺騙進入到一個被欺騙嘅境界咁樣經歷一個咁嘅經歷。咁所以咧我哋去睇所以我諗嘅時候，呢幾章嘅經文咧，用局中有局去形容，即係你設局，原來到後來亦都有另外一個局喺度等緊佢自己入去。但係我哋去睇嘅時候咧，今日我哋會希望咧去睇到幾件事情。咁我哋從呢個少少嘅分段去睇。咁我哋25章至31章經文都係一如既往，係雖然比較長，咁但係希望帶一啲嘅重點
俾大家知道，幫助大家去明白個脈絡。都係一樣嘅，一個主日學嘅時間嘅限制，都唔一定能夠每一節經文都有個好詳盡圓滿嘅解釋。鼓勵大家，如果你對即係希望當中一啲嘅細節啦，無論係地名、人名或者究竟嗰啲説話或者嗰啲嗰節經文有咩意思嘅時候，其實係可以去聯揾我去問，或者係你可能你當中有啲嘅聖經嘅導讀本啦、研經本啦，咁可能有啲注釋咧，都係啲簡單嘅工具幫助到我哋。如果再信心啲嘅，咁可能你有興趣認識多啲嘅，可能甚至乎去到釋經書，咁嗰個工具亦都係好多好豐富嘅選擇俾我哋。咁當然我哋希望如果你有興趣去進心嘅，都讓我知道。咁但係今日我哋去睇25章嘅時候，開頭我哋睇到亞伯拉罕嘅利世，咁然後出現咗兩個家譜，亦都兩個家譜喚起我哋喺創世記一路以嚟嗰個嘅教導嗰個學習。我哋11個家譜裏邊有兩個家譜喺呢度出現。咁但係呢個家譜20碼令我哋知道嗰個家譜係唔係被揀選嘅，以撒嘅家譜先係，因為亞伯拉罕喺神裏面祝福應許嗰個兒子係以撒。咁後來我哋去睇以撒家譜裏邊，其實最大件事就係話有兩個兒子，但係咧嗰兩個兒子究竟邊一個先係繼承神嘅應許嗰個？咁當然我知道雅各，咁一啲嘅經歷我哋後來會睇到。咁所以今日嗰個嘅排序係咁樣。好，首先我哋睇睇第25章1至11節。咁呢個經文咧好得意咧，就係其實呢度記載係由我哋上一套睇到24、22、23、24章以撒被獻，跟住亞伯拉罕為以撒去尋找妻子咁樣。咁嚟到呢度咧，好得意咧。第25章第1節記載，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咁然後基土拉咧，佢作為第二個妻子，亦都生咗唔同嘅兒子。咁但係呢啲兒子咧，經文去記載就係話，其實佢哋嘅後裔咧都係自成一族。其實因為呢個都係源自於神去賜福俾亞伯拉罕，讓佢嘅後裔好似天上嘅星星、海邊嘅沙一樣咁多。咁所以其實都睇到呢樣嘢，就係佢輸出嘅兒子依然咧都係有神嘅祝福喺裏邊。但係咧呢段嘅經文個焦點就係因為亞伯拉罕喺在生嘅時候，我睇第5節經文裏邊，我希望熒光幕上面清楚啦，或者大家聖經裏面25章第5節，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咁然後第6節，亞伯拉罕把財物分給他庶出嘅眾子，趁着自己還在世嘅時候，打發他們離開他的兒子以撒往東方去。因為我強調咧，就係話佢喺在世嘅時候，佢因為佢個信心，佢好知道神嘅心意。咁其實一個行動咧，就係話佢唔係唔愛嗰啲兒子，佢都愛。於是咧就俾好多財物佢哋，希望佢哋能夠去自立，去自成一國。但係有條件，就因為大家記得嗰個亞伯拉罕之約係希望亞伯拉罕同佢後裔喺嗰個地理上面，佢哋留喺迦南之地。咁所以咧，佢哋就要打發佢嘅，即係亞伯拉罕要打發佢嘅庶子離開。嗱，呢個經文第6節好強調就係離開他的兒子以撒，因為強調他的兒子以撒，唔係話其他庶子唔係佢兒子，但係咧呢個強調係神所應許嗰個要繼承佢嘅祝福嗰個係以撒。咁所以咧佢就打發佢去東方去。當然啦，東方去可能即係喺創世記裏邊，我哋知道亦都有一個暗示就係離開咗神嗰個應許之地。咁啊知道以色列咁向東方去，咁係我哋向住阿拉伯半島。咁所以咧即係即係嗰個方向就係向住東面去行。咁但係好重要咧，就係我睇到，OK，亞伯拉罕一生嘅年日175歲。咁然後當佢埋葬嘅時候，就去咗佢就係之前生前幫佢太太撒拉買嘅嗰個墓地，喺赫人嘅中間。赫人係一個非利士人其中一個，即係迦南人嗰個一個羣族裏邊一笪地咁樣嘅意思。咁當然我自己記得就係嗰笪地亦都係標誌住神對亞伯拉罕應許實現嘅第一個小部分，就係佢有自己嘅地。
咁於是乎咧就我睇到咁第十節啦，亞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裏。然後11節，亞伯拉罕死後，神賜福給他的兒子以撒，以撒靠近比爾拉海來居住。OK，比爾拉海來居住，比爾拉海來咧就係夏甲第一次出走嘅時候，即係呢度嘅中間嘅第二段有寫啦，就係夏甲第一次出走嘅時候，神看顧人，看顧佢嘅需要嗰個地方。咁咧當然個地方嗰個神學意義就係神看顧人。咁所以神賜福俾以撒，亦都神看顧以撒咁意思，所以佢喺嗰個地方去居住。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信心之父整個嘅敘事嘅一個落幕啦，有最後嘅記載。咁嚟到呢度咧就開始我哋進入咧第12節啦，就係講到撒拉嘅侍女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嘅兒子係以實瑪利。以實瑪利佢嘅兒子按嘅名字啦，按住佢哋嘅家譜。咁我哋見到第13節，圖勒都呢個字家譜。咁我哋知道家譜你要諗第一個問題，我哋要諗佢第一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佢係被神揀選啦，抑或係不被揀選？咁我哋知道以實瑪利不被揀選，但係因着佢都係亞伯拉罕嘅兒子，咁亦都神亦都曾經預言過，就係對亞伯應許預言，亦都應許以實瑪利。雖然佢要離開佢哋，但係佢就會生12族長。咁呢度有12個名字，咁啊長子尼拜約。咁尼拜約呢個名字陣間會出現嘅。然後12族長就最後咧都會成為咗阿拉伯人嘅祖先。咁呢度嘅家譜，咁大概嗰個重點就係呢樣嘢。呢第一個家譜，第二個家譜，以撒嘅家譜係喺25章19節開始。大家可以見到經文就係咁寫嘅。亞伯拉罕嘅兒子以撒嘅後代，後代又係吐勒都嗰個字，家譜嘅意思記在下邊。咁但係佢嘅家譜咧就好短，因為咧呢個嚟緊一個好長嘅敘事，就係專注喺以撒嘅生命。但係呢個以撒生命亦都包括咗利百加，包括咗兩個兒子，特別可能喺雅各上邊。咁到雅各嘅家譜，亦到後來先至去出現。咁所以亞伯拉罕生以撒。我睇到你第二十節裏面就係講到就之前啦，就係講我之前個娶利百加。咁當時係佢40歲，咁我哋知道佢係就喺佢媽媽撒拉死後嘅3個年，咁咧就所以我上個禮拜就傾到究竟佢撒拉如果獻以撒，亞伯拉罕獻以撒嘅時候，以撒已經係37歲，咁亦都係一個猶太人傳統嘅其中一個解釋啦。咁啊可能有機會係激親佢太太咁樣。激親咁就激死埋啦咁樣意思。咁但係3年後，無論如何，撒萊死咗3年後，咁就利百加就嫁咗俾以撒。咁即係按住宗族咧，佢哋係同族嘅，咁所以亦都係有血親嘅關係。咁當然亦都係講緊亞伯拉罕知道神嘅心意係唔要佢哋，神要佢娶外族嘅，即係兒子娶外族嘅女人，咁所以翻翻去自己嗰度。咁係即係嗰個家族裏邊揾到相同信仰嘅機會係大。我話機會係大咧，因為你發覺後來拉班咧，即係利百加嘅哥哥拉班咧，都唔係拜耶和華嘅，咁所以咧就揾到機會大啲。咁因為佢哋個家族一族人本來就應該係敬拜耶和華嘅信仰，咁但係後來知道走偏咗啦。咁但係咧好得意咧，我第21節裏邊25章21節睇到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他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懷了孕。咁好得意就係話，同樣都係出現不育嘅危機。咁咧，我哋記得11章最尾嗰度就係講撒萊，當時未講咩撒拉啦，撒萊不生育。咁呢度咧，以撒咧面對妻子不生育嗰個反應好唔同。咁咧，即係當然亞伯拉罕對我哋見到好多危機，神先應許佢生育。咁但係呢個以撒咧，似乎嗰個信心就喺呢度，入邊係講到咧為佢祈求神啊。然後下一步咧就係耶和華應允佢嘅祈求。原來咧喺原文裏邊好得意咧，就係41頁筆記呢度原文裏邊咧，祈求同埋應允係同一個動詞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嗰個祈求係一個好心好心動、好懇切嗰種嘅祈禱。所以咧，當喺以撒好懇切去祈禱嘅時候，
有啲聖經譯本咧係形容咧，即係英文轉翻做中文就係話神咧係受感動去回應以撒嘅禱告，所以嗰種祈禱嘅懇切。咁但係當你呢度亦都係用一個叫做我哋叫做 wordplay 啦，就同一個動詞去講到以撒嘅祈禱好懇切。神咧都係有一個我一個憐憫嘅心嘅感動應允以撒嘅祈求。咁呢個祈求仲要唔係超越人所想，可能因為一般人祈求可能係大家都知道，大部分情況下都係一胎嘅啫，係嘛？即係一個 BB 喺肚裏邊啊！我都大家可能喺 DCBC 內在都知道，教會有幾對好出名嘅孖胎，好少嘅，但係聖經裏面都好少嘅，因為呢度係聖經裏面第一對孖生兄弟，唔係第一對兄弟。第一對兄弟喺第4章裏面已經發生咗，但係第一對孖生兄弟咧喺呢度發生。以掃嘅以掃同埋雅各，以掃嘅意思即係熊啦，即係佢個其實形容佢嘅毛髮，所以佢出世就以掃。雅各嘅抓住，亦都係講緊出世時抓住哥哥嘅腳跟，咁所以雅各係講緊抓住有個意思係 go behind someone 或者係即係 betray someone，to betray someone 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可以嘅翻譯。咁所以咧雅各嗰個生命有個呢個特徵，我哋陣間會睇到，即係佢抓住哥哥以掃嘅腳跟呢度，伸咗葉碌士最上面嗰度啦。抓住父親嘅祝福，最後抓住神祝福，等等等等，即係呢啲抓住係嗰個好得意嘅，尤其是因為我哋都提過幾次希伯來文嘅名字好多時都反映咗佢嘅特性，所以以掃係咩特徵咧？佢毛髮發紅啊嘛，個身體紅咯咁嘅意思。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喺兩個 BB 喺利百加肚裏邊嘅時候，你見到咧廿二節，哇！當兩個相爭，即係話可能揀個踢肚啦，係咪？或者打交，唔知道點打，但係好痛。咁利百加咧係求問神嘅，第廿二節裏面，然後神答佢23節咧，就係向利百加表明佢嘅揀選，兩個國度，兩個大嘅國，兩族人，即係話雅各同以掃後來都要成為兩個唔同嘅國度，但係咧有一個會強過一個，但係並且一個次序咧就係通常我哋諗咧就係大兒子強啲，但係咧調翻轉呢個大嘅要服侍小嘅，即係話嗰個領導咧係喺細仔嗰度。嗱呢樣嘢好特別咧，就係通常尤其是喺古近東裏邊，我哋成日都會想到係即係佢文化好傳統係長子嘅名分、長子嘅領導、長子嘅帶領。但係呢度咧竟然話可能係小嘅去帶領大嘅，呢度係咪第一次咧？都可能係，但係呢度咧好似一個開咗個先河。唔一定係長子去領導家族，俾我哋諗到乜嘢咧？雅各12個兒子裏邊，最後都唔係長子去領導家族，分別係最後咧。其實我哋遲幾次會睇到喺雅各俾12個仔嘅祝福裏邊，係雙領導猶大支派同埋約瑟個支派。咁所以咧好得意咧，就係話第一次會睇到唔係長子嘅，神嘅揀選可以唔一定係長子。咁但係呢個神向利百加顯明佢嘅長子呢樣嘢咧，其實唔係淨係同利百加講，因為即係我哋唔好假設話神同利百加講，其實神淨係同利百加講嘅啫，叫佢收埋隱藏喺心。嗱，如果聽到神嘅啟示，然後會收埋喺心咧，聖經會講俾我哋聽嘅，即係好似新約裏邊瑪利亞聽到神嘅聲音，聽到神嘅心意，佢點樣收藏喺心裏邊？佢藏喺心裏邊。即係如果嗰個人有藏喺心裏邊，唔會同我哋講。但係呢度冇講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去解讀嘅時候，就係話利百加知道，同樣佢丈夫以撒都會知道呢個揀選。但係呢個揀選咧，睇嚟以撒咧就好似擺低咗咁樣，因為咧，當我哋睇到佢哋結咗婚20年，就生孖胎。以掃第27節，以掃打獵，雅各就住喺帳棚，我哋知道佢牧羊啦，後來係咁樣。第28節就出現咗問題啦，神有揀選，但係人嘅眼界唔同，係咪？因為以撒愛以掃，愛大仔，中意食嘢，中意野味，山珍野味，咁啊中意打獵嘅呢啲，但係咧利百加咧佢係邊個咧？愛雅各。
誒有啲即係有啲主日學有啲書有啲可能counseling，即係你睇到講到原生家庭裏邊咧，通常咧你有啲偏愛，呢個係偏愛啦，係咪？即係父親中意大仔，母親中意細仔，咁咧就某程度上亦都反映咗後邊引發咗唔同嘅危機。咁但係我哋要睇嘅就係話喺呢啲危機裏邊，神點樣保守帶領佢所應許嘅會必然去實現到出嚟。咁但係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兩夫婦其實知道神嘅揀選，但係佢哋兩夫婦嘅反應好唔同。咁後來咧呢度一講到長大，其實第廿五節裏邊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聖經故事，係咪？因為紅豆沙所以其實係紅豆湯係咪？紅湯誒紅湯去呢個以掃打完獵翻嚟好攰，因着一碗紅豆湯。我覺得呢個30節就係紅湯，34節咧就係餅同埋紅豆湯咁樣。究竟係乜嘢咧？咁啊，係咪我哋今日飲嗰啲紅豆沙咧？咁就於是乎因着自己嘅需要，因着自己嗰刻嘅肚餓，就輕看咗長子名分。即係當然嗰陣時長子係講緊double portion 兩份嘅產業。即係話，如果嗰一刻以撒離世嘅話，佢要將佢家產分成三份，長子兩份，次子一份咁嘅意思。所以長子有雙份，即係如果你係雅各以色列，即係以色列即係雅各啦，12個仔咁，如果係長子繼承咧，就分13份，咁就長子兩份，其餘咧就各得一份咁嘅意思。所以長子係本身唔係同埋另一個即係長子有雙份啦，同埋另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長子咧係要作家中嘅族長，佢要做一個榜樣，佢要將祖傳嘅教導，特別係如果神揀選亞伯拉罕，神形容即係神形容亞伯拉罕係聽佢嘅話，遵行佢所有教導嘅時候，嗰個族長要將呢樣嘢傳遞落去，個信仰唔係榜樣，仲係個信仰。咁所以後來雅各長子裏邊，佢同佢嘅妾侍同寢咧，係一件好誇張、好大嘅事。disqualify 咗佢，唔可以做到呢個長子。所以佢其實對長子嗰個期望其實係好高嘅，佢必須帶領，必須係嗰個榜樣，必須將嗰個信仰嗰個教導傳落去整個家族嘅裏邊。咁但係當然亦都有爭議性嘅，就係以掃佢要賣，咁都有人買或者係出計。咁你見到咧，就所以咧有陣時有啲人形容啦，雅各啊多計仔，咁咧就用呢個計去騙咗出嚟啦，就騙咗個長子名分。咁啊雙方嘅一隻手掌拍唔響，一個輕看，一個要好似一個氹氹咁樣。經文冇掩飾過，冇隱藏過雅各所做嘅事，冇去話俾我哋聽佢咁樣做係好。但係純粹係如實反映，以雅各去用一個食物去希望買嗰種啲名分嚟，咁但係亦都強調第34節就係以掃輕看，唔重視，唔着緊，咁所以兩邊都有問題㗎。其實好啦，咁所以咧就睇到我哋嚟到26章裏邊，26章裏邊咧我哋好得意咧，就係好每個段落嘅經文咧。好好嘅，開頭咧都會有一樣嘢俾我哋睇到，嗰陣時個背景發生咩事？26章咧，好特別，放低孖仔唔講先，反而去翻以撒同埋利百加身上。呢樣又發生咩嘢事咧？第26章裏邊咧，又係一個饑荒係嘛？又係有饑荒嘅問題。咁同埋好強調咧，就唔同嘅，即係喺相同嘅地方，但係不同於。亞伯拉罕嘅日子，所以咧就呢樣嘢咧，饑荒引入咗一個危機，咁就係話佢哋究竟要去邊一度？咁啊呢個時候咧，第二節咧就好明顯啦。第二節咧就明顯講緊神同以撒講，今次唔好下埃及，要佢呢一樣嘢就係要住喺神嘅應許之地裏邊。神要佢
留喺應許之地裏邊，咁咧就即係一樣嘢就話你唔好再犯亞伯拉罕嗰個錯，反而要係留喺呢度睇到神點樣去保守祝福佢哋。並且咧，佢同真係同以撒好清楚講，就話當第三節特別係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給你，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堅定我向你父亞伯拉罕所起嘅誓。後來就係重複亞伯拉罕嘅內容，佢後裔天上嘅星咁多個地，然後第四節最後度係地上嘅萬國必因你嘅後裔得福。第五節俾咗個原因冇特別，都因亞伯拉罕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原文裏面就話，仲有係我的律例，我的法度，即係話好佢神俾咗個原因，點解會繼續堅定嗰個約咧？就係亞伯拉罕嘅信服。你話唔係喎，我哋睇聖經唔係咁喎，可能有少少唔係講緊就係話，即係嗰個成長嘅過程，去到最後咧，就係其實對神完全嘅嗰個嘅信服，嗰個嘅聽從。咁並且原文好得意咧，就係有五個，所以我喺我嗰個筆記裏面都特別去highlight 咗我嘅話、我嘅吩咐、我嘅命令、我嘅律例、我嘅法度，即係神會講嘅每一句説話，到最後亞伯拉罕都係聽加從。聽從咁嘅意思，咁然後咧，當然發生一樣嘢就係話利百加太靚啦，又係聖經四大美人之一，又太靚啦利百加，咁咧然後有個危機咧就係話會俾人搶咗佢，咁所以咧以撒咧又好似用翻佢父親嗰個方法咁樣就話就認妻作妹咁嘅意思，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話呢個第八節呢邊，其實佢用呢個方法係一段長時間添㗎，唔係短，因為佢喺嗰度住咗許久一段長嘅時間。亞比米勒喺第八節多咗一個我哋以前未見過嘅形容，就係話佢係非利士人嘅王。非利士人我哋知道咧喺聖經裏面唔係一個好嘅民族嚟嘅。咁同埋第十節裏邊講到就話，亞比米勒說：你向我們做的是什麼事呢？民中險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寢，把我們陷在罪裏。佢知道可能同人哋嘅妻係同寢係罪，但係你睇到我哋就要問點解民中突然間有啲人會走去見佢靚女，就希望同佢同寢呢？一方面我哋知道以撒講緊大話，但係另一方面嚟講，經文同我哋講緊嘅話，非利士人唔係善男信女，亦都反映咗當地嘅風俗係咁樣。我哋按住佢嘅說話去理解，佢既然咁形容，我哋就相信佢字面嘅說話，都唔使去猜測或者去估估下咁樣。有陣時你知道，我哋同人溝通嘅文化裏邊咧，有陣時候我哋唔係按字面理解人哋說話噶嘛，係咪？即係我哋會諗下佢講呢句說話，可能佢講 A，其實可能代表緊 B 嘅。咁但係咧，睇聖經就唔好咁睇，聖經咧。既然佢咁樣記錄佢講嘅説話，我哋就按住佢嘅説話去理解。佢的確有佢話，既然叫佢太太認做佢個妹，咁佢就咁樣做咗。既然亞比米勒咁樣講，當地嘅人係咁嘅風俗，我哋亦都係咁樣相信佢，係咁多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非利士人唔係善男信女嚟嘅喎，但係對比20章裏邊。當時候神喺夢裏面同亞伯拉罕時代嘅亞比米勒，我記得亞比米勒係個王嘅稱謂啦，title 啦吓，我父係王咁嘅意思，My father is king。當時有20章，神有親自嘅去同亞伯拉罕講，唔係 sorry，亞伯拉罕時代嘅亞比米勒講，就話你唔好掂撒拉。因為佢結咗婚，然後亞比米勒嘅回應就話佢哋未發生任何事，就話主啊，唔通你要即係去擊殺一個有義嘅國度咩？咁樣，當時係嗰個亞比米勒嘅國度咧係義嘅國度，但係而家咧神冇發夢顯現，神冇亦都我哋睇到經文唔係話
即係冇話到非利士人係一個好嘅國度。但係今次嘅唔同個比較係亞比米勒自己揭露以撒嘅謊言。咁當然第8節裏面就係以撒同佢嘅妻子，經文好強調佢嘅妻子利百加戲換。呢個講緊係夫婦二人間好親密嘅行為咁嘅意思。咁所以咧，今次係亞比米勒親自嘅揭露謊言。但係好得意咧，就係話第12節嗰度，你見到饑荒之後咧，以撒喺嗰地耕種，然後咧那一年有幾多收成咧？100倍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佢，咁佢就昌大，日增月盛，成為了大富戶。我哋去翻呢度嘅經文13節嘅原文咧，其實原來有，即係你喺英文都翻譯到嘅 great 3個字 great 講即係講以撒蒙神賜福有100倍收成之後咧，佢係一個好偉大嘅人，或者佢嘅即係講緊佢個名聲啦，佢影響力啦，或者佢擁有嘅嘢等啦，佢偉大嘅人，佢持續嘅擴張，日增月盛，即係增大緊向啦 become greater。咁然後咧，成為一個大富戶，非常大、非常好富可敵國嘅人咁解嘅意思。所以咧，經文咧用上12、13節就係形容緊神叫佢留喺嗰笪地去過饑荒，但係嗰一年之後就有100倍收成，並且將佢所擁有嘅嘢咧係日增月盛咁嘅意思，不停咁樣進大。神叫佢唔好做，佢冇離開，雖然當中有錯誤，但係神嘅祝福依然係彰顯喺佢身上嘅。但係呢個祝福好得意咧，就係喺當佢形容話14節佢有羊群牛群好多僕人，下一句咧就係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係亞比米勒嗰啲人嚟噶吓，妒忌嫉妒。咁我哋如果記得神同亞伯拉罕立嘅約，12章3節裏面講，為你祝福嘅必賜福於他，咒詛你嘅我必咒詛他。亞比米勒昔日嘅亞比米勒同亞伯拉罕係立約，佢見到神喺上面，神喺亞伯拉罕上面嘅工作立約。你唔好打我，我唔好打你，我為你祝福。然後亞伯拉罕為佢禱告。但係今次亞比米勒咧，呢一代嘅亞比米勒咧，第16節咧就係咩啊？你離開我們去吧，因為你比我們強盛得多。甚至乎第15節上一節講非利士人咧塞住晒佢哋嘅水井，講緊係水井係講唔係淨係人飲喎，仲有啲牛羊都係要飲嘅，即係話等佢唔可以喺呢度生活，趕佢走，用一啲方法趕佢走。呢樣嘢就係話睇到，當你對神所祝福嘅人好嘅時候咧，神會祝福翻佢轉頭，係咪？亞比米勒會即係佢哋嗰族人都係因着亞伯拉罕係先知，佢會為佢哋祈禱。但係呢度亞比米勒同埋非利士人咧就點啊？用盡方法趕佢哋走，即係話我哋點樣睇亞伯拉罕同神，即係神同亞伯拉罕立嘅約咧，係嘛？即係咒詛佢嘅就會被咒詛。咁所以但係呢個問題咧就係話18至到22節，我睇到佢挖嘅水井被埋之後，嗰個問題咧就係有活水又俾人塞住，新嘅一口咧就俾基拉人搶走咁樣。一樣嘢就係話不斷被逼離開，冇處容身，有錢都好咧買唔到地，冇做唔到地主，俾原居民趕走。但係睇到即係佢個以撒又唔係嗰啲同你死過，哇好咁強大，我就同你打過嗰種人，因為呢個唔係神嘅方法。反而去到第22節，去到利河伯，終於挖到一口井咧，冇人同佢爭啦，唔爭競啦。利河伯嘅意思就係寬闊之地咁嘅，即係可以真係站住喺嗰度，停留喺嗰度，然後唔需要擔心俾人趕走。喺呢度，然後我哋睇到咧，喺別是巴嗰度24節就係經文裏面神第二次向以撒顯現。佢呢度咧好得意咧，嗰個形容我哋睇24節。當夜耶和華向他顯現說：我是你父親亞伯拉罕的神，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要賜福給你，並要為我僕人亞伯拉罕的緣故，使你的後裔繁多。嗱，第二次嘅顯現
嗰個轉字好，個轉變好唔同。從你父親亞伯拉罕的神，但係到而家我與你同在，要賜福給你，即係話呢個上帝呢個祝福唔係淨係佢阿爸嗰個關係，而家去到啦，我與你個人嘅關係。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嘅信仰係咪？無論我哋父母係咪？如果我哋父母係基督徒，佢嘅信仰唔會自動傳落嚟。可能我哋有陣時聽弟兄姊妹嘅分享，我哋父母可能佢哋讀過嘅聖經喺我哋手上面，佢對我哋嘅分享教導有聖經喺裏邊，將真理教導俾我哋，將耶穌講。但係到最後，我哋跟從耶穌係我哋同耶穌嘅事。呢個都係我哋為下一代咁樣祈禱嘛，係咪？我哋下一代唔會因為我哋嘅信心得救，或者就豁免咗佢哋要自己認識神，係佢哋同自己同神嘅嗰個關係。呢度都係一樣，由父親嘅神變咗做以撒，佢而家同上帝。但係佢已經經歷，係咪已經經歷咗咧？係因為神叫佢留喺嗰笪地，然後嗰一年百倍收成喎，係咪？咁然後即係神亦都使佢昌盛嘅。喺舊約裏邊咧，牛羊嘅增長咧係代表財富，財富喺個反映緊神嘅祝福。嗱，呢個係舊約嘅一個嘅嗰個神學背景個諗法，即係唔係適用於現代，即係唔係話而家我哋有幾多錢先係神祝唔祝福我哋，而係舊約點樣反映出神嘅祝福咧？其中一個就係牛羊啊、僕人呢啲佢嘅財富裏邊。咁但係呢樣嘢就係話睇到神同佢嘅關係確立咗。之後咧好得意，第廿六節開始咧就見到亞比米勒今次同佢嘅朋友亞戶贊同佢軍長啊，即係啲大粒人出嚟啦，親自嚟見以撒。所以以撒嗰個地位好高㗎，因為係亞比米勒學一個作為嗰陣時嘅王去見以撒，即係以撒都好似一個係一個王子嘅身份，即係尊貴嘅皇族咁嘅身份。但係咧就係話，即係當以撒問我好奇怪，喂，你都恨我啦，做乜要到我呢度咧？第廿八節咧就係佢哋明明見到耶和華與你同在，即係話佢哋神點樣祝福以撒係親眼睇到㗎，但係咧佢都唔要同佢一齊咁嘅意思。咁於是乎咧就平平安安走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後來呢當你立完約之後好平安啦。咁喺以掃四十歲嘅時候，以掃40歲，即係以撒就啱啱好100歲，60歲生孖胎啊嘛。咁以撒100歲，咁以掃40歲嘅時候就娶咗2個赫人嘅老婆。赫人就唔係嚇親人，而係嗰個民族叫赫人。咁啊，所以就兩個老婆。咁就但係呢2個老婆咧就唔係婆媳糾紛咁簡單，寫漏咗原來，即係令以撒同埋利百加心裏受煩。做啲咩唔知，但係如果從赫人背景嗰個風俗啦，或者個信仰同佢哋屋企好唔同，所以亦都係一個最好多人都相信係最 primary 最重要嗰個令佢哋家無不和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嗰個信仰同埋都違背咗作為族長亞伯拉罕立嗰個娶妻嘅原則，就唔可以喺迦南地娶妻呢個問題。咁所以以掃唔單單輕看咗啲名分，更加當然佢違背咗家庭嘅教訓，娶赫人嘅2個女兒，即係兩個妻子咁樣，咁所以都係違反咗家族嘅教導。咁就去到呢一度。好，我哋繼續啦。咁啊27章，咁我哋都時間上可能要快少少，不過唔緊要啦。YouTube 錄影可以錄長啲，咁大家可以唔使趕住食飯，或者大家其實可以食住飯睇。我諗可能我哋都會即係有陣時飲住咖啡咁樣就。27章嘅開頭一個簡介咧，因為呢度好長嘅章節啦，去到31章裏邊，咁我就咁樣去講嘅。27章嘅開頭咧，我哋知道一啲背景就係咧，以撒老啦，起碼過100歲啦。或者甚至乎去到即係都去到睇唔到、分辨唔到。咁但係心裏面知道哦，一個作為族長年老嘅時候，心裏面就覺得祝福好緊要。邊個傳承？我哋都知道佢離世前叫大，即係佢希望個祝福去到
大兒子以掃嗰度。OK，咁當然佢冇咁快離世嘅，其實因為到後來雅各出走要20年先翻到嚟，佢翻嚟咧劇透俾大家聽，佢翻嚟係見到父親，但係見唔到母親嘅。咁所以咧呢個係雖然年老，但係都唔係即刻話準備要離世，但係佢心裏面記掛住嘅，因為佢愛大媽以掃，希望佢日受祝福。咁所以咧呢度就係話要佢做一件事，然後去祝福。咁咧呢度，但係呢度咧喺25章裏面，我哋知道兩件事咧，就係話神已經揀選細媽，咁定係呢個揀選兩夫婦都知道。第二樣嘢就係以掃出賣長子名分。第三其實頭先26章裏面睇到就係以掃佢娶妻嘅準則都唔合乎佢哋個家族嘅信仰同埋教導嘅。咁因此咧就係以撒想祝福以掃嘅時候，我哋就問個問題啦。我呢度寫就係話，究竟神所預言揀選雅各會唔會因為咁樣落空咧？點樣實現咧？呢個問題幫我哋睇27、28章。我哋嘗試咧呢啲好長嘅章節咧，有陣時候未必未必逐節去解到，但係我從一個起承轉合嘅方式去睇成個敘事嘅成個故事嘅架構，因為你知道故事有起承轉合係咪？嗱，個起因我哋睇到呢度，以撒年老要祝福以掃，咁我哋就問個問題：神嘅揀選會唔會落空？咁個承接就係如果你睇到呢張經文嘅時候，你知道利百加阿媽出計仔，雅各就欺騙咗以撒。咁個轉接就係、咦，以撒同埋以掃都發現咗，咦，佢哋想做嘢做唔到喎。咁以掃動殺機，但係第28章開頭咧就係以撒祝福雅各嘅逃亡。結束嘅時候就係、OK，雅各得祝福被逼離開迦南地。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係繼承亞伯拉罕之後嗰個，依笪地先係佢，應許之地先係佢要嘅留嘅地方。佢離開咗喎，幾時翻嚟咧？或者點樣翻到嚟咧？咁你呢個後邊會解答。所以咧好得意就係話，當然發生一切嘅事之後咧，神喺28章裏面就同去啟示顯現俾雅各知道，認識佢，又知道應許同雅各同在，會帶領佢翻嚟迦南地。咁但係咧，我都想指出嚟咧，就係話喺接下來呢幾章經文裏邊咧，我哋會睇到幾個重複嘅好明顯嘅主題嗱，欺騙啦，家庭嘅不和啦。但係最重要咧，就係話神喺點樣喺呢啲唔同嘅族長嘅歷險故事裏邊咧，其實係最後係讓雅各親自經歷佢自己，因為最後一步一步咁樣要帶領雅各翻去迦南地裏邊。喺27章開始嘅時候，我哋見到我哋唔會意外嘅因為以撒愛以掃，佢中意食佢嘅野味，咁所以咧以撒想祝福嘅對象一定係以掃。咁但係呢件事咧，如果我哋有之前嘅經文嘅時候，我哋知道唔合神心意嘅喎，因為神已經揀咗雅各。咁所以個危機頭先講過啦，就係話究竟如果祝福去以掃，咁神嘅祝福又點算咧？咁個解決方法咧就係有人嘅解決方法啦，就係欺騙嘅出現啦，係咪？利百加出謀就係話佢整一啲野味，快過大仔，要雅各送到父親面前，咁喺父親未死之先俾佢祝福。咁當然呢個未死就原來真係未死20年都未死啦嚇，咁嘅意思。咁但係起碼嗰陣時大家即係以撒個觀感就係話，我好似差唔多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要祝福咁嘅意思。好啦，雅各知唔知問題咧？有嘅，雅各醒目仔嚟㗎，係咪？父親摸我，我都冇毛，係咪？我把聲又唔係佢，呃完佢，咁我就有咒詛不得祝福。但係13節裏面咧，他母親對他説：我兒，你招嘅咒詛歸到我身上，你只管聽我的話，去把羊羔給我拿來。嗱，呢個咒詛係好大、好厲害嘅咒詛，因為到最雅各出走之後，其實從此冇再見過佢母親，從此冇再見過佢母親。反而佢翻嚟嘅時候咧，12個兒子有見過以撒。我哋點樣知道咧？喺創世記49章裏邊，嗱，呢個係雅各講嘅説話。雅各講嘅説話咧就係話，即係佢話同啲仔講，死咗之後要葬喺亞伯拉罕嗰個墓地裏邊。
咁呢個墓地咧就係佢咁樣形容喎，第31節嗰度，創世紀第49章31節，嗱，佢哋喺嗰度埋葬咗亞伯拉罕同埋妻子撒拉，第三生眾數，佢哋又喺嗰度埋葬咗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嗱，呢樣嘢好特別咧，就係佢哋，即係話佢唔係佢自己，因為佢後面嗰句就話我也在那裏葬了利亞大婆因為拉結即係 Rachel 咧就喺路上難產死，所以佢冇埋葬喺佢嗰個墓地裏邊。即係話呢句經文49章31節裏面同我哋講咧，就話如果雅各有親自葬佢媽媽，佢會講我也即係我會葬咗，但係係邊個咧？佢哋葬咗以撒，葬咗佢妻子利百加，就唔係佢。咁你其實暗示緊佢冇見過佢媽媽噶啦，再次。咁所以個咒詛係好犀利。咁但係你見到一個母親要成就一啲嘢，佢個代價係嗰個願意付上啦。咁然後好得意咧，我哋睇到父親對雅各嘅祝福，以撒對雅各嘅祝福就話係天上嘅甘露、土地嘅肥沃、五穀新酒、個土地嘅問題。第29節咧就係多民侍奉你，多國跪拜你，願你作你弟兄嘅主，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嗱，呢個咧就係嗰個君王嗰個諗法，或者係領導嗰個諗法。然後即係對應緊咧，就係亞伯拉罕嘅神俾亞伯拉罕祝福咧，就係佢多個嘅，即係好多嘅君王必由佢而出啦。係咪你知道雅各係後代好多嘅君王啦？亦都同埋咧，佢會得着仇敵嘅城門，即係嗰陣即係話嗰個征服嗰個諗法喺邊度？咁當然到最後係猶大支派繼承，咁都有祝福嘅，因為咒咗你嘅願他受咒詛，為你祝福嘅願他蒙福，祝福分翻亞伯拉罕嗰個立亞灣之約裏邊。咁同埋即係作兄弟嘅主啦，入面應驗咗預言。咁然後第30節祝福完畢，雅各出咗去，以掃打獵翻咗嚟，做埋野味俾佢父親食。哇！第33節，以撒大大戰驚，邊個嚟咗啊？係嘛？邊個嚟咗啊？咁然後第35節就話，即係當然啦，以掃喺嗰陣時候，第34節就話聽到就哭啦、喊啦，知道冇啦，係咪冇咗啦？以掃咁啊，以撒就話啊，你兄弟已經用詭計將你嘅福分奪去啦，係嘛？36節就講到強調啦，佢個名雅各，雅各嘅抓住，甚至乎係喺背後欺騙咁嘅意思。其實係講緊嗰個意思就係一個。wordplay 都係 wordplay 嚟嘅，即係話，雅各個做嘅行為咪就係反映出佢個名嘅意思啦，咁樣，兩節嘅欺騙嚇，長子名分欺騙，而家欺騙埋個福分，所以就亦都係講緊雅各真係有咁做，生命亦都係欺騙人，咁到後來就俾人欺騙啦，我哋知道。咁但係咧，以掃都有祝福俾佢，以掃都有佢父親以撒嘅祝福，就係39、40節裏邊講到。佢哋呢個肥土都有地土嘅昌盛㗎，同埋咧靠刀劍度日，即係講緊軍事上面嗱，侍奉佢嘅兄弟就係以色列啦。但係到佢哋以掃嘅後代強盛嘅時候，就可以掙開佢個管治。即係呢度講緊就係王國嘅時代咧。當大衛、當所羅門武功昌盛嘅時候咧，其實以掃嘅後人即係以東咁咧就要服喺以色列國嘅管治，但係到後來。南北王國分裂弱勢嘅時候咧，其實以東就可以掙扎開嚟自立。咁其實係咁嘅意思。咁所以就係呢個預言亦都係將會係反映出即係喺王國時代嘅裏邊。但係41、42節咧就有個少少嘅危機，就係話心裏面怨恨雅各，心裏面講第41節，當居傷嘅日子完咗，佢第一樣嘢要殺雅各。經文強調心裏說，但係點解好得意咧？就42節咧就係話有人聽到以掃嘅話俾利百加知，然後利百加就叫雅各嚟話你哥哥想要殺你，你報仇雪恨。於是乎就出計，再次出計呃完佢，再出計話你要逃走去米索不達米亞，即係亞伯拉罕宗族住嗰個地方。吾珥附近去揾佢嗰個拉班，
其實呢一樣嘢就係44節就係原本利百加計謀係話住一啲日子，等到以掃嘅怒氣消咗。嗱，好得意嘅，住一啲日子究竟係幾耐？冇講到，但係最後住咗幾耐咧？20年。20年之後，佢哥哥嘅怒氣有冇消咗咧？有嚇，後來我哋知道。咁但係即係呢個母親嘅意思就係話唔好一日裏邊冇晒兩個，因為如果雅各死咗，其實佢哥哥以掃亦都唔可以留喺家裏邊。誒，好得意喎！諗起一個故事喎，創世記第4章係咪？即係誒，即係亞當夏娃兩個兒子，亞伯被殺，該隱就作大哥嘅殺咗弟弟。咁樣好得意就係每一日喪咗你兩個，其實係咪即係好得意？呢個其實講緊，因為佢哋都係同一個家族嘅故事，佢哋知道嘅，係咪？所以呢句説話，為什麼一日喪你們二人呢？如果你問我，我會覺得佢係指向緊創世嘅第4章裏面發生嘅事情。咁的確一日裏邊冇咗兩個兒子。咁但係一樣嘢就係話，第46節裏面都講，利百加又同以撒，今次同以撒講啦，就係話兩個新抱性命都厭煩啦。如果雅各亦都娶咗赫人嘅女子為妻，咁點算咧？係嘛？咁所以其實心裏面都諗話，係喎，佢哋要娶妻，亦都要翻去嗰度，所以先至發生第28節嗰度就係話，以撒叫雅各來，28章第1節，給他祝福並囑咐他說：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係去母舅拉班。第2節，拉班嘅女兒中娶一女為妻啦，娶嗰個指示係娶一個為一個女，即係去娶舅父嘅一個女做老婆。咁啊，後來知道娶兩個，仲加多個兩個妾啦，咁樣嘅意思。咁所以你就我哋就喺到呢度咧，你就見到因為呢件事，雅各要出走，但係得意咧，佢父親係祝福佢嘅，因為其實可能到現在雅各祝福俾咗之後咧，以撒終於知道，唔係喎，原來神所預言嘅真係會成就喎，係咪？係甚至乎就係趁佢年老睇唔見嘅時候，將佢個偏愛諗法突然間即係拉翻落嚟。係啊，即係話你心裏面諗嘅計劃，同埋神想要成嘅計劃，可能係唔同噶，即係可能係有分別嘅。咁反而咁樣成就咗神嘅心意。咁但係咧，第28章裏面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咁我哋睇埋落去。呢個娶妻嘅原則咧，其實同亞伯拉罕即係幫以撒娶妻嘅原則咧係相同噶。要去到同宗族裏邊，亦都唔可以喺迦南地裏邊娶妻。反而咧，有一日佢會，甚至乎咧，其實喺以撒對雅各祝福嚟講咧，有一日佢會翻嚟嘅。因為第3節講全能嘅神啊，即係點樣翻嚟咧？幾時翻嚟咧？點樣成就唔知道，但係全能嘅神會賜福給你，甚至成為佢生養眾多多族。亦都將亞伯拉罕嘅福氣俾你，亦都係承繼應許之地。唔知道，但係全能嘅神會咁樣去祝福你。走咗之後咧，第6節、第9節，以掃見以撒已經給雅各祝福，而家打發佢去巴蘭喺嗰度娶妻。祝福嘅時候就唔好娶迦南嘅女子為妻。聽到唔好娶迦南嘅女子為妻，以掃突然間而家聽到啦。點解咁耐先聽到咧？或者而家先聽清楚咧？但係如果佢行動話俾佢聽，佢知道父親唔中意迦南嘅女子，於是乎去咗以實瑪利。28章第9節，以實瑪利呢個以實瑪利嗰度，以實瑪利就係邊個咧？佢大把咯，係咪？以撒嘅哥哥啊嘛，以實瑪利以實瑪利裏邊，佢娶咗佢嘅大仔尼拜約嘅妹妹，即係12族長以外嗰個妹妹，咁咧就希望娶我哋而家叫堂妹啦，係咪都係即係叫堂妹？咁希望咧呢個行動能夠攞翻父母嗰個嗰個喜悅嗰個嘅對佢嘅愛啊，嗰
個嘅喜悅啦，討佢喜悅，同埋起碼真係信服緊父親嘅命令啊嘛，咁嘅意思。其實呢個行動係咁樣去解釋嘅，去睇。咁但係咧，第十節開始28章10節開始咧，時間關係，我會講快少少，或者可能大家我講個少少啦。去到神喺雅各出走嘅時候，親自顯現俾雅各知道。聖經裏面記載嘅第一次，喺伯特利嘅地方，伯特利個意思咧叫神的家，神嘅家，或者叫 House of God，OK，英文叫 House of God。咁嗰個梯子嗰個異象咧，就耶穌喺約翰福音1章最後嚟引用過，就係講緊話，即係講緊耶穌自己係神與人之間嗰個嘅連結嗰個梯子，並且會睇到神成就嘅事。咁然後呢個夢裏邊睇到第13節開始，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現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嘅後裔必像地上嘅塵沙咁多，向東西南北擴展，地上嘅萬族必因你和你後裔得福。呢句祝福其實就係俾亞伯拉罕嗰個。咁而家到佢啦。第15節，我也與你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應許的。呢樣嘢就係話，從亞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而家就轉向成為雅各嘅上帝，有福氣、有地、有後裔，萬族都要將因為佢同埋佢嘅後裔。嗱，好得意喺原文裏面，佢嘅後裔得福，佢後裔單數，究竟係講緊係咪係講緊耶穌啊？還是係一個即係 collective singular，即係話哦，因着佢所以佢後裔以色列人得福。咁兩個解法都係通嘅。咁但係呢樣嘢就係話睇到亞伯拉罕嘅約裏面嗰個所有嘅應許都而家俾咗邊個咧？雅各。但好得意咧，個重要性就係話佢而家出走，佢知道要去地方，但係佢唔知道幾時可以翻到神應許嘅地方。但係神應許一樣嘢就係話，佢一個人走，神與佢同在，並且要平安翻嚟。於是乎咧就係話雅各就許願啦。第20節開始，嗱佢許願裏邊咧有幾個好重要嘅元素嘅。如果神保守，真係佢同佢同在，保守佢有嘢食，有衣服穿，平平安安翻到父親嘅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並且要係喺伯特利有神嘅殿，將1/10獻祭。呢個幾時變神嘅殿咧？嗱，呢個神嘅殿唔係講緊，即係神嘅殿可能其實係喺原文裏面 house 啫，唔一定係嗰個聖殿咁解嘅事。一個所，即係一個敬拜嘅場所，其實神嘅殿講緊。咁呢件事幾時實現咧？35章1至3節嗰度咧就係神吩咐雅各，佢一家人都要喺伯特利裏面去敬拜翻嗰位當初雅各逃難即係逃離以掃嘅時候，神向佢顯現嗰個地方，喺嗰個地方去敬拜。咁所以咧呢個樣嘢其實已經係35章裏面已經實現咗噶啦，就唔使話我哋話伯特利係咪真係要聖殿嘅地方咧？唔係敬拜嘅場所啊，嗰個地方紀念神向雅各顯現。咁但係呢個1/10咧就係講緊一樣嘢，就係話呢個學習1/10，亞伯拉罕有做過。咁可能喺嗰個家族嘅歷史教導裏面都有係咁樣去如此去實踐。咁係咪即係當然係咪等於我哋就要獻1/10咧？咁都係一個好嘅問題嚟嘅。咁但係之前都同大家討論過啦。咁但係你起碼呢度1/10講緊一樣嘢，就係話雅各睇到神係嗰個賜予佢嘅嗰位上帝，供應佢嘅上帝，並且係保護佢嗰位上帝，同埋呢個甘心樂意嘅。其實即係所有獻祭1/10係甘心樂意嘅。聖經裏面新約裏面冇講1/10，但新約裏面有講嘅一定係甘心樂意嘅獻祭。即係話如果我哋嘅奉獻，就算我哋一齊去學習十一奉獻都好，如果我哋唔係甘心樂意咧，只會成為律法主義，神唔會喜悅。但係喺聖經裏面講嘅所有獻嘅祭，獻俾神嘅禮物，都係甘心樂意，係一個敬拜，係一個知道神嘅供應、神嘅保守，神係
嗰位上帝，我哋只不過係將上帝賜俾我哋嘅嘢獻翻俾上帝，一個甘心樂意、一個敬拜嘅表達嚟嘅啫。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啱啱好一個鐘頭，咁啊我仲有少少，我快啲去分享埋好冇？咁大概10分鐘時間，如果大家可以有少少俾少少耐性時間我咁樣，如果你肚餓食住飯先。好，弟兄姊妹嚟到第29章啦，當神向完雅各顯現，咁咧呢3種經文都用起承轉合去睇，其實我哋睇完咧大概會知道噶啦。經文嘅詳細未必真係講到，但係咧掌握到脈絡嗱。喺呢一度個起承個核點就係話，當雅各去咗佢舅父拉班嗰度，佢嘅第一眼佢愛嘅係拉結妹妹，並且提出7年服侍作工價。然後承接咧就係拉班喺即係新婚之夜，我哋唔好千祈唔好用現代人嘅對於光呢樣嘢嘅理解，覺得點解雅各可以被人呃，係因為以前真係好暗，咁但係就要花燭洞房之夜，第二日先發現唔係拉結，係利亞，係家姐，冇雙眼無神嘅家姐。咁但係呢個係拉班喺夜晚裏邊作出嘅欺騙，咁所以佢係欺騙雅各。然後咧最後咧係兩個女都嫁咗俾雅各，換取嘅係14年雅各嘅服侍。雅各嘅即係話雅各點解？我哋要問雅各做啲乜嘢咧？牧羊，佢係一個好有經驗嘅牧羊人。咁所以咧就應該係幫緊佢，幫助拉班咧就牧咗好多羊，亦都幫佢繁殖咗，先至後來又發生呢個因為繁殖嘅問題或者公價嘅問題，有幾多羊做嗰個公價嘅嗰個嘅爭拗。咁個承接就係兩個女都嫁咗俾雅各14年啊，但係轉接咧就係即係我哋轉接好多位咧就係話，咦發生好多來來回回嘅事，見到咧就係兩個老婆爭寵，最後要俾埋兩個侍女去，最後生咗咧十一個仔仔。咁啊呢幾章經文最後咧就係話雅各覺得差唔多時候要走啦，14年之後要走啦，但係拉班唔俾走，要留，反而佢想留低。咁我就個問題就係話，究竟幾時先可以翻到迦南地咧？咁樣嘅意思。好啦，咁咧頭先講過啦，就係背景啦，就係我想拉結服侍拉班7年。但係承接咧就係喺個即係拉班藉住嗰個光嘅程度啦，晚上啦，又作個理由出嚟話，哦，呢度嫁娶嘅風俗係咁㗎，咁嚟換嚟多7年嘅服侍。咁好明顯咧，拉班好想雅各留多7年，應該睇中一啲嘢，陣間你會睇中睇，陣間會睇佢睇中啲乜嘢。咁然後發展咧就係大家可以翻去自己睇嘅，即係嗰個發展裏面好多好得意嘅細節，好詳細㗎，好少可聖經裏面有好詳細咁嘅記載，但係就係呢個好特別嘅地方。但係睇到就係話神點樣保守，即係從人嘅即係人嘅其實原則就係話喺人嘅好多我哋唔明白點解會咁做。甚至乎佢哋好多嘢好似唔係好合神心意裏邊，但係神就藉住呢啲嘅事成就咗雅各生12個兒子。但係睇到呢樣嘢就係利亞啦，利亞失寵神，但係反而神咧就使佢生育拉結不生育。頭四個仔仔個名字全部都係同利亞嘅祈禱有關嘅。咁呢個大家可以睇到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即係兩姊妹爭風呷醋嘅高峰咧，就係嗰個裏邊即係一個大概6、7歲嘅最大嘅仔仔揾到個風茄。咁風茄個意思就係愛嘅蘋果，即係呢啲即係會幫助生育嘅食物啦。簡單嚟講就係當時咁啊。第15節呢個呷醋程度咧，就係利亞咧就講一句：你奪了我的丈夫還算小事嗎？你又要奪我的兒子的風茄嘛？即係話兩個都係你攞咗我嘅嘢，你攞咗我嘅嘢咁樣。即係當然我哋會第二其實雅各本身初頭都唔係中意佢噶嘛，係咪咁？但係佢而家個關係就係嘅，佢嘅丈夫啊嘛，的確係咁嘅意思。所以頭先就話啦，神設計婚姻一夫一妻，聖經裏面講雅各兩個妻子兩個妾侍，係咪等於神喜悅嘅事咧？唔係嘅，因為咧其實經文我哋要學一個睇經文嘅時候，經文嘅體裁，即係呢個係敘事文，唔係保羅書信，亦都唔係一啲神説話，即係話詩歌智慧書，或者係一啲預言，或者係耶穌基督嘅教導咁樣。個關鍵喺嗰度。
如果我哋有睇聖經創世記第二章，我哋知道一夫一妻係神嘅心意，即係話呢度兩妻兩妾唔係神嘅心意，但係頭先提過，神可以藉住人嘅錯誤、犯罪嘅後果扭轉，成為人嘅祝福，實現神嘅計劃。當中我哋睇到神嘅屬性就係神嘅掌權啦，神唔會對呢啲事覺得意外啦，冇嘢係離開神嘅心意啦，亦都係睇到神點樣成就對亞伯拉罕嘅應許。嗱，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唔可以換翻轉頭諗就話，哦，我今日可以隨意犯罪咧，反正神都可以扭轉呢啲事成為人嘅祝福，成就佢心意。我哋唔可以咁諗，但係聖經裏面俾我哋睇到神嗰個掌權喺呢一度，但我哋呢個唔係成為我哋犯罪嘅藉口。咁最後經文記載到雅各最愛嘅太太拉結生咗約瑟，約瑟係增添嘅意思。咁呢個個名點樣變增添呢？就答案就係喺佢哋旅居埃及嘅時候，出埃及嘅1章7節，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就係點解以色列人最後喺埃及呢？同約瑟好有關係。咁呢個係鋪緊將來嗰條嗰個發展俾我哋知道。哦，約瑟嘅出現，約瑟將會係37章開始好重要嘅主人翁之一。咁所以我哋就睇到呢度。好啦，最後一個落幕啦，落幕其中一個就係話哦，起承轉合，最後一落幕就係話哦，佢雅各想要走，但係第一次被強留14年後留多6年。有啲背景就係話，其實喺當時接待嘅文化裏邊，頭三日咧就個接待嘅人唔可以問個旅居嘅人佢哋嘅目的嘅，但第4日就要講啦。咁但係呢個14年後咧就話雅各其實一早已經講咗，哦，即係佢要其實拉班係會知道雅各係想翻去嘅，咁亦都佢哋都滿足咗娶2個老婆嗰個7年嘅每人7年嘅工價。咁但係咧，拉班睇到就係話神因為雅各嘅緣故賜福俾佢。簡單啲講，拉班留低雅各係因為想要雅各做搖錢樹。咁所以咧喺呢個30章31節裏邊睇到30章，拉班就問啦：我當給你什麼咧？俾咩你留低做咧？係咪？即係簡單啲講，你要幾多工資？OK。原來咧就係話佢雅各一直牧羊，咁並且咧牧得好好，咁所以咧但係佢都聰明嘅，因為知道呢個人咧拉班呢個人唔容易去處理嘅，即係佢嘅舅父，亦都而家係佢嘅外父，但係佢偷得好貪錢嘅，咁所以咧佢個策略就係話簡單啲講就係佢特登揀一啲你知道綿羊啊羊咧白色係最值錢嘅，佢揀啲有點有斑有黑嘅。並且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你睇下拉班個詳細咧就係話第34節，當雅各講咗好嘅留俾你，有斑嘅留俾我，做我嘅工價，屬於我嘅。當日拉班第35節就有紋有斑嘅公山羊，有點有斑雜白紋嘅母山羊，並黑色嘅綿羊都挑出嚟交俾邊個咧？佢兒子們嘅手下。即係話咧，並且仲要咩？保持3日距離喎。雅各就牧養拉班其餘的羊，即係好，即係呢日發生嘅事就係話，雅各係由從零開始，因為所有屬於佢嘅羊一早佢就集住咗，俾晒自己嘅仔拉班，即係拉班俾晒自己嘅仔。雅各咧係由零開始，雅各而家眼前係全部都係純種嘅白色嘅羊。咁所以個工價咧個 tricky 位就喺呢度啦。點樣咧？你要知道咧，喺牧羊裏邊咧，如果突然間有嗰啲斑啊黑色嘅羊咧，係一個基因有啲變異嘅，即係嗰個模式唔同嘅。即係舉例來説，我哋有陣時當中頂住會養狗，有啲模式咧唔係嗰個原本嘅，所以雅各係要等一段時間喺白色嘅羊裏邊有一隻有斑紋嘅、有點嘅、雜紋嘅黑色嘅出生，佢先至可以用嗰隻開始去繁殖其他，咁就大機會率有一啲模式唔同嘅羊出生。咁你按住佢知識經驗嘅，咁但係個方法就係按住唔同嘅繁殖季節啦。佢希望鼓勵嗰啲後來有雜紋出生嘅羊生出嚟。咁但係第31章裏邊咧，雖然佢用佢嘅知識同智慧，但係咧
佢兩次將榮耀歸俾神，credit 翻俾神。卅一章7節裏邊就話，拉班10次改佢工價，神保護佢，唔容許拉班去害佢。然後第9節佢講，神就就將你哋父親嘅牲畜奪來賜給我，即係話佢後來所生嘅都係好多好多係雜民嘅羊咁嘅意思。但係睇到由零開始，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佢係一個好有經驗嘅牧羊人，但係佢最後係俾榮耀俾翻神，知道係神喺背後。咁啊，並且咧，即係當第31章啦，當我過咗6年啦，20年啦，總共流浪，神吩咐雅各要離開嗰度，翻去迦南地，並且佢要必與佢同在。你睇，我哋睇翻第31章第1節裏面，你諗下，即係佢哋面對嗰個佢兒子嘅拉班兒子嘅説話啦，見到拉班嘅氣息唔同咗啦，但係喺個時候，神第3節神就同佢講：你要走啦，並且必與你同在。翻去喺伯特利，神應許話：我必與你同在。同一句説話嚟㗎。神從第一天保守雅各去到拉班嗰度，到20年後，同一位上帝同一個應許要帶佢翻去迦南地。然後呢位嘅上帝係12節裏邊睇到雅各苦況嘅上帝。13節同伯特利係同一位上帝嚟嘅。24節神喺夜間裏邊對拉班出手，警告拉班唔好亂咁嚟，神出手保守佢。42節雅各自己講嘅說話就係話，如果唔係以撒亞伯拉罕嘅神同我同在，我今日就會空手而來。神睇見我嘅苦情，我嘅勞碌。OK，即係話當神好多嘢6年前佢要走嘅時候咧，佢就嗰陣時又冇神嘅顯現啦，冇神好清晰嘅話走，然後佢就留低去工作。到6年後，等到唔單單係14年2個太太嘅工資，6年後佢更加越嚟越多嘅財產，神喺度祝福佢，令佢好多唔係純白嘅羊出世啦嚇。神親自開路要佢走，神必然保守會成功，走到開嗰條路，並且佢會攔阻一切會以人為嘅方式攔咗呢個計劃嘅事，神都撥開晒。神保守雅各要走，神攔咗拉班嘅追趕。但係個小插曲咧，講埋呢度差不多啦，就係拉結偷走家中嘅神像。嗱，當然我哋就要問點解拉結家中嘅神像？因為咧，縱使成個宗族都係敬拜耶和華，但係當時嘅人開始好多民族嘅信仰啦，會製造神像啦，就唔係個個家族咁清楚。耶和華係冇像噶，但係呢個家族嘅神像咧，就係象徵第一樣嘢係一定係一尊嘢，一尊嘅像。然後咧，好多時候當地咧可能係同嗰陣時嘅生育有關，咁有啲人諗咧就係因為嗰陣時拉結可能生一個未生到便雅憫，咁佢又要帶住呢個，希望可以第時再生。但係呢樣嘢呢個神像咧，亦都係家族嘅守護神。咁從拉班嘅追趕，從拉班嘅搜尋，亦都反映出其實拉班嘅信仰同雅各唔同。咁亦都即係遠離一個拜偶像嘅家人，可能都係俾將來保存純正嘅耶和華信仰咁嘅意思。咁所以呢個小插曲就點解突然間拉結會有個家中嘅神像，但係拉班就非常緊張。咁但係我睇到呢度就係睇到一樣嘢，就係20年雅各點樣經歷上帝。咁我哋睇到雅各由第一日經歷神，到最後經歷同一位神。但係翻去個問題，當然就係話佢要面對翻佢同哥哥以掃嘅關係。咁我呢個咧就下次去睇。咁咧所以弟兄姊妹，今個星期睇創世記32章到36章，咁我哋會睇埋雅各整個歷險嘅後半部分，就係佢翻去迦南地嘅嗰部分，好冇？咁感謝大家嘅時間。咁我哋咧有咩問題隨時聯絡。咁我哋下個星期嘅同樣主日學時間，咁我哋會再見到大家，好冇？好，感謝主。